家好，歡迎再次咧一齊參與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我揀選咗我哋神州裏邊良友電台一位嘅聽眾我哋為佢守望。呢位聽眾咧叫做麗娜姊妹啊。姊妹來信咁講，佢話做生意嘅初期，因為啱啱進入呢個行業，咩都唔識，咁供貨商有一位大哥對我好照顧嘅，教我點樣打開局面。慢慢接觸落嚟咧，我對佢咧產生咗好感。當時咧我離婚啦，有2年啦。後來知道佢原來都有家庭，我就唔能夠任由心裏邊嘅情感去發揮，但係為咗生意都係唔能夠唔來往嘅。不過對方呢，亦都有意無意之間，亦都往感情方面去啊！我發現唔可以咁啊，揾我嘅禱告伴侶一齊祈禱啦。每當佢提起感情嘅時候，我就用聖經嘅話勸佢好好愛護佢嘅妻子，照顧好佢自己嘅家庭。最後我冇做生意，亦都跟佢徹底唔再來往啦。感恩我能夠喺呢個考驗嘅當中得勝。我哋一齊低頭為麗娜姊妹嚟到去禱告啊！求主耶穌你賜俾麗娜姊妹，佢無論喺情感上或者係信仰界線上都能夠持守聖潔，讓佢咧能夠從你得到智慧。當喺情感出現困擾嘅時候，佢自己能夠持守到應有嘅界線，亦都幫助佢喺生活同埋事業嘅當中能夠經歷主你自己嘅看顧，取得平衡。我哋懇求主你幫助麗娜姊妹，我哋同心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其實喺職場上邊咧，真係弟兄姊妹要好有智慧，亦都要好警惕嚟到去喺感情上、情感上咧有啲嘅界限，特別係已婚嘅弟兄姊妹啊。咁呢個都係要神俾智慧啊！堅拒撒旦。好啦，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盼望下個禮拜咧再次見到你一齊參與守望神州。拜拜。